自2026年8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面对历史的相喙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何西阿书第6章第1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何西阿书第6章。因讲：来啊，咱着回头归向上主，伊疼爱咱，嘛要医好咱；伊拍咱，嘛要疗咱的伤。过2日，伊会互咱复原；第3日，伊会互咱爬起来，咱就会当伫伊的眷顾下生活。咱着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。伊会亲像清早的光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咱，亲像春雨润泽土地。以法莲啊，我着安怎对待你？犹大啊，我着安怎对付你？恁对我会疼，亲像早起时的云雾，亲像露水真紧打去。因为安尼，我派先知甲恁扑死，用我的话甲恁杀死。我的审判亲像清早的光发出。我较爱自爱，无爱祭祀，爱人真正捌上帝，赢过献烧化祭。毋过，因亲像亚当背约，对我无忠实。基列是歹人的城，因的骹跡拢是杀人的血。祭司结党，亲像强盗，伫事件的路中埋伏杀人，做邪恶的事。伫以色列家，我看到通掩护的事，以法莲犯淫行，以色列目拉山。你咧，犹大，甲你收割的时已经决定，我要互我的子民恢复繁荣。自2026年8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以山地界的人，1997年8月18日，云林风台入侵台湾，造成实质林肯大郡坍崩。这场灾难夺走28条人命，互无数家庭破碎，成做台湾一体记忆中的伤痕。何西阿书5章10节，上帝讲：犹大的首领竟然霸占人民的土地，我要将我的受气亲像大水摒落伫犹大。伫古代的以色列，地界是上帝分配产业的神圣标记，代表特殊与保障。总是权力者为着扩张私欲，竟然私自移煞这个界碑。转来到实质林肯大郡的悲剧，本质就是一场移山地界的罪行。建商为着掠取利益，毋管自然地形的限制，伫不应该开发的山坡地顶面大兴土木。官员贪图方便，伫审核流程中放水，互法律规定的安全地界随意移山。当人类为着贪婪，无视上帝创造的自然律，互原本保护土地的地界消失，出于代志的是毁灭性的崩塌。上帝的愤怒亲像彼岸摒大雨的大水，无情冲洗出人性的丑陋。林肯大郡的住户当初带着安居乐业的梦想，拼尽一生积蓄，买到栖身之所。因信任政府合法的建造，信任广告中描画的美好愿景，总是藉由
政商利益交织而成的安全保障，伫灾难发生了后，被证实只是一个期待的落梦。当权力者无搁再守护公义，反而利用人民的信任以生存需求来谋利，因所建构的制度与建筑就正做何西阿讲的落梦，将无辜的生命安安天条，互因伫风雨中无地通逃。林肯大郡的倒塌，并毋是偶然的意外，是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结构性腐败的大爆发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高级住地区，内部却是早已经被贪污与失职蛀空的腐烂结构。温尼风台迄岸的土水流，只是揭开即层早已经存在的腐烂。何西阿书第5章最后讲到，上帝会气杀伊的子民，直到因治罪转来找伊。对先天而言，这是一份痛苦的宣告。林肯大郡的灾难，促使台湾社会重新审视山坡地开发政策，也促成后续建筑法与防灾体制的修订。总是更加重要的转向是伫属灵甲道德的层面。咱需要反省，咱是毋是也常常伫移山地界？伫校园、伫职场、伫家庭、伫教会中，咱是毋是为着贪图便利，还是图无利益，就移山诚实与公义的地界？林肯大郡这场悲剧提醒咱，真正安全不在伫华丽的建筑，也是权力的庇护，是在伫咱是毋是敬畏上帝所设立的特殊。默想，我的人生建筑是毋是建立伫虚无的利润甲妥协顶面？我敢会伫诱惑中守牢上帝划定的界限？无贪婪腐蚀生命的根基。我人生建筑是毋是建立伫虚无的利润与妥协顶面？我敢会伫诱惑中守牢上帝划定的界限？无互贪婪腐蚀生命的根基。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主，求你怜悯因任何而破碎的生命。拄去社会中贪婪交结的落梦，搁树立正直的灵，互台湾社会会当重建公义的地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面对历史的相随，当咱回顾台湾现代史200事件留落来，无疑是一道深刻搁尚未愈合的相随。这场发生伫1947年的政治屠杀，就简单夺取